日礼物给你。谢谢你。学长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学长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叶广，生日快乐！我很喜欢你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哦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学长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，还有这个。谢谢你们。学长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你有空吗？帮我个忙。叶广，生日快乐！叶广，跟我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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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妹，干嘛啦？什么啦？跟我们追那个丑八怪。你说他是丑八怪，你才丑八怪啦！丑八怪？无聊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走了，我不要，走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走了。不要，不要！同学。